有研究顯示，本港學童近視問題嚴重，其中12歲嘅學童有近視嘅超過60%。視光師學會建議政府應該盡快制定政策，控制兒童近視嘅問題。劉俊玉報導。本港越嚟越多學童患近視，視光師學會話，最新嘅研究顯示，12歲嘅學童患近視嘅比率達到61.5%。除咗遺傳因素之外，長時間近距離閱讀、打電子遊戲機，亦都增加患近視嘅風險。6歲嘅海林近視一度高達400度。有冇老師叫你睇下書要望遠啲啊，或者唔好睇咁耐？有冇咁樣教過？冇。哇！咁一檢查就成85度，嗰時真係擔心死人啊！咁點算呢？咁佢又話要排期再去跟進啊！咁我哋就嗰時哇，真係好彷徨。經過矯視之後，海林現時已經降到幾十度，唔使戴眼鏡。但視光師認為應該從小開始控制小朋友嘅近視問題。雖然現時有激光矯視嘅技術，但係都唔能夠防止患嚴重眼疾嘅風險。眼球不停咁拉長，咁啊大家都明啊，拉長咗個眼球咧就唔識退翻短嘅。咁啊呢樣嘢咧就係、就算咧你個度數係改正咗，譬如用一啲激光矯視又好，或者各種嘅矯視都好，咁嗰個度數就算減低咗咧，角膜好似做激光嘅時候咧，個角膜係磨平咗咧。佢其實咧只係令到嗰個屈光度咧係令佢咧對焦翻嗰個視網膜，但係本身嗰個眼球拉長咗呢樣嘢咧係風險係冇減低到㗎，咁只係佢唔需要戴眼鏡嘅啫。咁變咗咧嗰個患嚴重眼疾嗰個風險咧係依然係存在嘅。佢哋建議政府成立跨部門嘅防止兒童近視委員會，制定相關政策，控制學童近視嘅問題，並且為全港學童定期做視光檢查。視光師建議家長應該多啲帶小朋友出去做戶外活動，同時小朋友亦都要少玩電腦或者智能電話，可以減低患近視嘅風險。亞洲電視記者劉俊玉報導。